第19届总统杯全国万蕊竞标赛，伫南投县的棒球场举办着开幕的典礼，总共有28支的球队来参加。主办单位真用心，除了来准备着纪念礼品之外，阁邀请到南投县警察局来做正能的宣导，让这个活动更加有意义。 南投县立的棒球场有来自县内各地28支球队做参加第19届总统杯万蕊球锦标赛。这个选手拢挂嘴暗伫拍球、拍拼，为球队要争取南投县的代表权。爱好垒球的比赛，咱嘛是一定要继续来个办起安尼吼。希望以后还可以多办这种比赛，就是希望可以赢下每一场，然后参加全国赛。真的很高兴，南投县真的办这个比赛，老少咸宜。 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小朋友来这边比赛。主办单位阁真用心，邀请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甲妇幼队到现场去宣导妇幼保护甲交通安全的重要性，阁有准备精美的礼物送予民众。虽然因为疫情关系，这个活动无像英国遐闹热，不过对这个球员来讲，会使甲队友做伫场上奋斗，就已经感觉真幸福啊。